高雄博物院100年延庆头一场去到海外的特点呢，就是去到捷克，有选131组珍贵文物去展览。其中正称的这翠玉白菜也是头一家去到欧洲。这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丁正耀也让出席这开幕之行。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、文化部长李婉，也佮有几个位调也立委也拢有来到位。这高雄的院长肖忠宏就表示，透过文化软实力，让台湾重新站上国际舞台。 听到民谣望春风的音乐，互人是真欣赏这台湾国乐团的演奏。不过，斟酌看，这毋是伫台湾，是伫捷克的国家博物馆。原来高雄博物院100年延庆的第一场海外特展——高雄文物百选含故事，10月伫捷克开幕。其中正称的国宝翠玉白菜是第一摆来到欧洲的舞台。 作为伫翠玉白菜头前欣赏，包括捷克参议院的议长韦德奇、众议院的议长艾达莫娃、文化部处长卡什帕尔，在捷克的官员拢有出席。捷克国家博物馆总馆长卢卡奇强调，翠玉白菜伫欧洲人的心肝内，就等于是罗浮宫的蒙娜丽莎的笑容，敢若会祝福真正的朋友，代表两国真深的友谊。 将日本清明上河图嘛共场来展出，展期长3个月。即摆高雄国宝去到捷克，外交部长林佳龙、文化部长李婉、立法院副议长江启臣等8立委拢做伙来，3个国员加上国会副议长，真罕见工厂出现伫非邦交国的公开重要场合，展现文化外交的重大意义。很大的象征意义，就是台捷文化交流另外一次重大的一个里程碑。 来见证台湾外在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一刻。像这一次的文化合作，这就是一个具体。未来的合作，包括像现在也在进行，比如说半导体。和卢卡奇南的代表上知上少，肖忠宏嘛提出邀请，希望未来捷克的文物嘛会当来台湾展出。在场见证的李婉强调讲，除了感动，佮看到台湾文化的包容性。 这一场展览经过了20年，20年之后才成功。如果你问我说台湾文化是什么，其实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融合性，它可以包容各种文化。翠玉白菜顶一摆出国是伫2014年，到日本东京的国立博物馆，隔11年，搁来到捷克展出。不过中国各台办批评讲，这是文化台独去中国化，立委会反击这是无代无志的指控，强调北京各种的文物嘛捌去法国来展览，同款拢是文化交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